所以心情放较轻松来食乌鱼子。过年买年货，乌鱼子一般拢真受欢迎。受到暖冬影响，今年野生乌鱼子甲饲乌鱼子产量甲价少有发生变化。高雄新达港这个观光鱼市野生乌鱼子5柳重的差不多要2000块，比去年俗差不多100块。啊，若饲的呢，因为成本有较悬，价少有小可起价。规排的乌鱼子伫日头骹拍。风吹过来，就会当闻着香味。这个焦香味吼。用火烧烘一下，乌鱼子就出现黄艳艳的色泽。用刀啊切片摆盘，互人看甲脆软插插甜。不少人过年过节上爱这味，因为今年是暖冬，野生的乌鱼大小比去年较俗一撮啦。以盘上价来讲，5柳重大概是2000，比去年俗大概100。啊那养殖的乌鱼产量，因为饲料甲电费拢起，以大细尾或者是片节来定价。销售价3到8两大概是2000到3000块，半价3柳重大概是1600块左右。哦，像这较细地，哦当然大概2000外块，吼啊像这。尤其较大的，吼，就变成3000几块，价少就是来自于大细地，以及咱的品质，也是咱的货源。因为过年前大家买年货，加上即摆乌鱼子当着时，高雄家庭也出现专门锁定饕餮拍伫外口乌鱼子的贼仔，为着避免互饕餮去贸易者盗监视器，降低损失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